生活靜靜似是湖水。咁我記得Danny 過咗身啦，咁啊每年都有一個紀念會嘅，紀念佢咁。咁其中有一次咧，就請咗翁靜晶小姐上去做嘉賓嘅。咁佢話《漣漪》呢首歌咧係陳百強寫俾佢㗎咁。咁啊車淑梅又係嗰晚嘅嘉賓。咁就第二朝打電話俾我，我話嗱，我話翁靜晶講乜嘢我唔介意。阿陳百強有冇同佢講啲乜嘢，亦都死無對證。娛樂圈好少啲好可愛嘅故事嘅，多數都係啲唔三唔四嘅傳聞。我話難得有個咁美麗嘅故事咧，你由佢流傳落去啦。靜默亦似歌，那感覺像詩，甜蜜是眼中的支持，做夢也記起。我哋話做創作人咧，最緊要嘅係一個想像力，呢個好緊要。當我接觸到呢個歌要寫嘅時候咧，我係諗起我小時候上國文堂咧，係有一篇講冰心女士嘅紅蓮，係講佢一江紅蓮裏邊啲雨水滴落去，咁啊老師就話啲雨水滴落啲水面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個嘅漣漪㗎啦，咁就喺黑板度書寫咗漣漪兩個字。咁嗰陣時應該係讀3年班嘅啫，覺得個印象好深刻。咁啊到我有機會寫歌啦，咁嗰套叫做突破嘅，好似其中有一首插曲，嗰個旋律係好俾我聯想到小學嗰課程嗰個漣漪呢個題材。咁我就用漣漪做佢嘅主題，咁啊講水㗎嘛，咁啊梗係寫一啲同水有關嘅字句啦，咁啊生活淡淡流水咁樣，咁一路咁樣引申落去。咁至於似水流年咧，係好多堆砌出嚟嘅。一個電影好豐富，佢任何一段嘅情節咧，你都可以寫首歌入去嘅。睇完之後真係眼花繚亂。我結果我要嚴浩租錄影室俾我，成套睇咗6次。咁我就發覺有2個畫面咧係好適合寫主題曲嘅。一個咧就係顧美華咧喺個屋頂度同佢初戀嘅情人咧喺度敘事講翻舊時啲嘢咁，嗰個場面咧係愛情篇。但係到嬲尾完結嘅時候，佢坐隻木船仔喺個大海度，大海茫茫，成個畫面就個海同個天同埋佢隻船仔。我的心又似小木船，遠景不見。所以第一句就望着天一片滿懷泉，第二望咗海一片嘛，跟住就講佢嗰種感情啦，同埋佢經歷嗰種失意，因為佢喺工作上失意咧，佢先至翻去嘅。咁我就有咗咩處境一變，情懷未變嗰啲咁樣嘅歌詞出嚟啦。因為係純粹係顧美華嗰個感想嚟嘅。咁亦都係香港人喺嗰段時間啱啱係有呢種咁嘅代入感啊，變咗首歌嚟講就好受歡迎啦。靜默亦似歌，那感覺像詩，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夢也記起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優美。我拍拖嘅時候成日去赤柱㗎，咁啊赤柱黃昏嘅時候咧，有好多人喺嗰度燒嘢食㗎嘛，咁啊嗰啲都係啲情侶嘅故事啦，咁啊梗係有啲就好融洽啦，有啲就好唔融洽㗎啦，咁咪風繼續吹啦，吹咗去。
埋亦都係受施雨貴嘅教我若不想他嗰首歌咧係影響到，因為教上嚟嗰他有一句歌詞就話風吹動你的頭髮咁，風吹動你的頭髮，咪繼續吹落去咯。讓風繼續吹，不忍遠離，心裏極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我係好彩，我中意畫畫，變咗我歌詞裏邊係有呢種畫嘅美感。我係將圖畫引入去歌詞裏邊，好似在水中央咁樣。在水中央有麗影一雙，仿似畫在湖上。先係有個風景，我係描寫一個景色，然之後先至進入去感情，咁啊由景入情，好得意嘅。啲人有呢個詞霸，嗰個係詞王，有叫佢做詞匠啊，即係做手工嘅啫。咁我都好樂意接受，因為我真係一個好好嘅裁縫嚟嘅。存着要經過春雨。